再来看，代替9月开始规定司机有出现警告，就要先降速停落来，嘛要通报调度员。等下佮收到通知才会当佮再启动，平均就要等2分07秒。这个规定嘛，造成火车5点，但要过滨高道的车嘛塞车。代替是表示讲，因准备要改善，要授权司机员家己来决定讲，敢会当继续驶哦。上紧10月底会来实施。今仔早起，毛立委质疑讲，代替提升滨高道的设备采购案完成率阁无到3成。9月底，代替的车伫婚姻到达滨高道，以使用骑车弄滨高道的民众，常常传出滨高道的事故。代替为改善滨高道系统构建功能，用4.8亿买滨高道加长去1424套。不过，民代提出质疑，到即马完成无到3成，而且无法度正常行动，严重影响行车安全。112年到113年，就一直就是连续的就是发生事情。这个案子我们的合约的规定是在明年的7月，现在正在加紧的建制中。那目前已经有做的，听说可以通过验收的只有30%。目前已经装上去就是在使用的接近400具啊。代替解说这一套国产设备本来就是明年才会全部建设完成，为预防滨高道事故，代替9月开始新制度上路。那滨高道出现高警信息，列车拢要伫滨高道进行停车，平均增加2分外钟，停等的时间引起旅客怨言。代替表示会优化 SOP。原本爱通报调度员，即马改由司机员现场决定了后，回报现况中心，应减少停等的时间。现在还需要说向调度员请示，那因为调度员其实也看不到现场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 SOP 把它做一个优化，把它缩短。另外，针对华东铁路，若拄到地动大水河对河土石引起断路，交通部也要求代替成立专案小组就危险的边坎架桥，要求管辖单位进行区域联防，各定期召开会议检讨。未来调向进一步清除土石，各采用民防康的工程来优化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